晚晚失眠瞓唔到，你係咪經常難以入睡，瞓得唔冧，甚至成日半夜扎醒？要真正解決失眠咧，最緊要係打破惡性循環啦。失眠咧會令到腦入邊毒素積聚嘅，毒素多咗，大腦功能咧就會受影響，搞到失眠越嚟越嚴重，日日如是，形成一個死循環。所以要真正改善失眠，同時提升睡眠同大腦健康先係關鍵。養腦力採用獨特嘅助眠護腦配方，嚴選三大日本天然草本成分，從三大方面幫你由內到外同步提升睡眠質素同腦健康。第一，清除大腦毒素，幫你夜晚排走腦入邊嘅垃圾，減輕大腦負擔，令神經系統放鬆，更易入睡。第二，促進神經修復，瞓醒思路更清晰，精神更飽滿。第三，平衡腦內環境，養腦力，有助調節神經傳導，穩定情緒同壓力，瞓覺更穩定，減少半夜扎醒。眾多用家咧一致認同，食咗之後更易入睡，第二日醒咗更精神。三重守護，真正從根本打破失眠惡性循環，等你重新愛上每一個夜晚。